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红农度假提供便宜。人类老自然万物都系地球嘅基面，不过大家有想过冇？因为人类啊，为到爱大起界物，了到建筑物对呢个环境带来咧乜嘅影响。基本嘅影片咧，所以邀請大家向下去思考。土地老木向好嘅可能性，大家來看啲基本嘅紀錄片《牛津嘅力量》。然后建筑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所有的行业要制造产品之前都要有原料嘛。建筑业原料就是土地。土地是多少生命要共用，人、猫、狗、昆虫，全部都是共用土地，因为是赖以为生。有一个让很多生命共同使用的东西，现在落到建筑业的手上。如果它只是商品的话，只要做一件事情，把它盖成给人用就好，因为会付钱给我那个是人。青蛙、蝴蝶来又不会给我钱，我为什么要为它着想？那地球上面的人类其实真的是很像病毒啊，它侵蚀了大家的共有。哪一块土地养你，你就是应该对哪一块土地好。跟生态应该是建筑业叫做基本常识，不管学校教不教，如果你要做建筑业，它都应该是基本常识。这是事实真相，是连我都不懂。建筑业只要拿到一块土地是50年，就那个样子，很好就越来越好，不好就是很难翻身。建设公司如果他不懂环境，而在使用环境，那太难预期会发生什么。它不一定是坏事，但真的很难预期。我想让这个预期有很大的机会是变好。我们的鞋子应该好。这个叫做南美的凤梨花。是像这样的话就会引来这样的蝴蝶吗？对，凤蝶。哦，一定是凤蝶吗？对，只有凤蝶分了。我们是要推动一个地球自然计划，这个计划是希望说让生态跟环境的相关议题，让真正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全公司通通都动员来学这个课程，所以就辗转的找到徐老师，跟徐老师做邀请，带台湾的建筑业来认识台湾。对，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宁可对幼稚园讲，我不太想跟大人讲。像我跟那个工程界啊，你们的逢山开动遇水架桥啊，我说山是跟河流都是上苍花了几千万年时间塑造出来的美景呢。可是你如果没有学美学的人呢，哎呀，我要改一条路，唰画过去，我就跟那个脸的画一道疤痕一模一样嘛，对不对？恒春半岛它有一种螃蟹是住在陆地上的，很大，而且紫色，我们称它叫大轴子蟹。它虽然住在陆地上，它要繁殖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海边去。那恒春半岛都，你看那个路就沿着海边这样绕一圈嘛。它每次要回海边产卵，要经过公路，就发生车祸，因为车祸造成这种物种濒临绝种。所以我就讲啊，我就跟公路局工程师讲啊，你看这么简单，你只要问那个对那里有研究的那些生态学者，他就会告诉你，那你就知道做在哪一段。最有可能的地形，他要回家的路上，你设了2个涵洞，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结果现在你知道吗？像在新竹大山背跟那里啊，都有我们荒野的人，每到大概7月的时候，
志工会挡在那边，交通管制。为什么？拿了一张旗子，这个，进入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有优先权，请你慢一点，等那车旁边过去以后你才能过。这就是文化，这是尊重生命吧。哦，有时候我在想啊，因为企业都是赚钱为目的嘛，所以我说他们的脑袋是放在口袋。他要面对纯粹的生态，我要面对绝对的商业，有没有交集？那今天来跟2位导演解说的是针对第1年我们邀请的内容来做解说。我们很希望做到一件事情是，建筑业能够把学习环境跟生态列为基本进修课程，就是让台湾的房子是让懂得生态跟生命的人盖出来的。这是最终3年之后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现在大家都担心说，小林村它是属于深层崩坏的第一个大村哦。然后第2个有可能就是庐山。如果说他们了解那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贸然在那边干。大家都手快手暴力呀！求快求暴力。一栋厝就差不多半年1年，就起啊！卖紧卖，过来去下一栋嘛。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尔。现在台湾其实是空屋率超高。量起浪几高多几高呀？反思的思考的用，人要安怎大？人要安怎大？我问你，问我敢会假的？把台湾搞到剩下农业自给率剩32%，混蛋一堆啊！以后真的饥荒的时候，田在哪？有地方种吗？有饭吃吗？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了吧？就是我们在这边主要都会看我们的视线以上的位置，因为我们的对象是猛禽嘛，那猛禽比较少低飞，它还没有回来之前，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它就瞬间好像就是那种战斗机一样、轰炸机一样，然后到了你上空，你这样惊觉，怎么来了？然后看它从哪个方向来，然后再追过去，开始有一些小点，像蚊子状的小点回过来，大冠鸠。它的声音，一般猛禽都会笔直的一直迅速的滑翔，它就比较会做盘旋的动作。一般来讲，大冠鸠主要的食物是吃蛇。你看往下俯冲了，它去抓什么？它往下俯冲。哇，电线。箭毒是一个大型的杀手因为他们是在不知不觉里面剥夺了他们的一些栖地、他们的环境。那今天这一群水鸟来这个地方渡冬，也许100-200只，可是它每一年就是只有利用那几块水田而已，它不会来这个到处跑，所以它的区域其实不用太大，它真的是要的不多。可是我们往往就会不管3七2七，这田到处都是，我这边就盖一个房子。可是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一种举动，其实是对某些生物它的影响是很剧烈的。在建筑业里面，你有这么好的空间，你这边要盖一个旅舍或者什么，有必要把整个地都全部都挖起来，然后再重填土？还是你现在盖的时候，你就可以讲，我其实前面的1/3或2/3可以保留起来，就是保留它的原貌。然后我退到我要用的那个部分就好了。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其实对于环境的冲击至少有1/3、2/3是还是维持的原貌。当你惊觉到你少掉什么，那时候就真的来不及。
譬如说我们在记录台塑集团在新建6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当时就断定他如果说没有办法克服他的3大挑战，他这个厂有可能会获利降低。那结果呢？上个月王文渊他自己承认他们没有办法克服延误侵蚀的问题。1人1页。我们看看每个人的感觉有没有一样，这个没有对错啦，每个人对味道的那种，但是它是非常好玩的一种。期待，就逐步这个名字叫做香樟，对，樟树的一种，更比较酸，所以各位去试试看，配着吃啊，配着吃一段，来吧。我们别以为我们科技有多发达，我们的科技比不上偏树叶。你要知道，所有大自然里面的东西，所有的生物其实它一直透过不同的方式传达它的讯息出来给我们。然后我有一次带队到实验路口，你知道吗？我们车子停下来，一群小朋友下来听到，结果一只台湾小鹰在里面叫，它叫怎么叫？它叫这样很简单。小朋友听一听说，为什么我才下车他就叫你回去？所以以后他说这是什么鸟？回家鸟叫回去的鸟。了解这些东西去以后，你对他们的欣赏、对大家的感激跟熟悉完全不一样。像这样的地方，你不要做什么水上餐厅嘛，留给你再来画画，给孩子们来这边感受。这样的设计让孩子们来探险嘛。让这样的森林才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水源啊！你看美丽的台湾，你不去走，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美。就以徐元修老师，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其实我就听说过他。这以现在所有的人都把很多利看得很重的时候，居然有人愿意花自己的生命去搞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其实他不是笨蛋，他也不是傻子，那他一定是有一个对于他自己心中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或他的梦想，执着的往前走。柚子树这种果树是没有办法移植，把它切，拿到我山上去放啊，我想要把它改变成一张座椅长的 bench 这样。我说它没有办法移植了。它最后的价值就是在当椅子。哦，当椅子。但是哪一株还可以移啊？那个墙旁边那里，礼拜3以前不移走，就今天不移走的话，他们的下场就是全部锯掉。所以我才会这2天这么赶，冒着雨我也要来弄这些事情。他们理由都是成本，可是我觉得这个成本在整个营建成本里面比起来，简直是跟羽毛一般的轻。我觉得最起码就是说，我花7、8万块买这2棵树的历史，我是这样想。台湾做很多事情都在算计 ，how much， 价值是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当一个最聪明的人。可是其实他自己是最傻的。对啊，这全部都是我种的。我家的前脸部别让树收容水。不会了。一个人看一个点啊，我的点在这里。慢慢下。我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敬天地。拉过来一点。我总觉得说，
这棵树其实它年纪毛起来比我还要大。我常常在房子里面会想，他们在外面这样吹风又淋雨，然后台风来这样子，寒流来这样，我都把这些树当人来看。万物皆有灵性啊，我相信他们的灵性是比我们好的。那现在的建筑的方法就是一次大型的去进驻，把原本的树种全部都铲除，然后引进大量的外来树种、园艺树种。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环境友善的概念。在取决人类对于经济的需要的时候，人类需求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计算一个环境的成本。如果说你觉得你开发一个森林，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商机，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破坏一个森林，你要去重造一个同样的森林，它所要付出来的成本是远超过你所带来的一个所以你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产值的经济上的规模。人类到现在还没有充分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重新去创造一个自然的森林，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台湾，你可以看到，人家的水田里面是种稻子，我们是种房子。因为台湾人口多，所以建筑业变得非常重要。可是如果建筑业仍然思考那个大的，或者是那种豪华的话，那结果他的房子弄得很大的结果就是对地球、对资源、对整个都是伤害。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你要去思考，到底适合台湾人住，应该是住怎样的？要有我们适合我们这个岛屿、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的房子是怎样才是最适合的？像这样子的3、4个课程下来，我们谈到了森林，谈到了海洋，你看到了你最记忆深刻，或者是你最有感受的是什么？因为之前这个主题叫地球之爱嘛，然后上这些课，这几次上课，因为虽然说主讲人他都不是学建筑，可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爱这个环境。你可能看完这些纪录片或听完老师的分享之后，你就会以后你生活上的每一个小动作，你都会在仔细的思考，我这样子做会不会破坏到我的环境，危及到我的下一代。但是有趣哦，你找一个人来，你问他说，他都不用懂任何的建筑，通通都不必哦。你问他说，请问你喜欢吹冷气的人还是大树下的凉？10个有9个都跟你说我要大树下的凉，但是他都去买成一个屋子里有很大冷气在吹的房子。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把他的家弄成像大树下一样凉，他只好去靠机械设备。所以我们协会可能就是希望推广转化，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不一样，运用大自然，运用大自然。你这个议题追好，这个议题下一次我要问这个。这间零碳教室，简单的讲，它所有的电全部来自太阳能。我们传统教室里面用的是一般市电，但台湾的电主要是来自火力，它会排出二氧化碳。然后二氧化碳我们都知道会造成全球暖化，整个气候的改变。今年的系数是1度电会排出0.612公斤，就是600公克，600公克就一斤啦，差1斤的二氧化碳。所以零碳教室的意思是说，我们使用的过程不排出任何二氧化碳，因为它是全部来自再生能源，它是来自太阳光电板。把绿建筑这件事情放到最大来看，我觉得你就是对环境友善这件事情，你有去努力。如果我们用很狭义的一个定义来讲，那可能就是在台湾就是要有大指标，也许我在美国，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认证。如果你在一个风土环境上，你尽量让你的房子的本身的设计的开口，或者说它的通风性上考虑为气候，让它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几乎上不大需要空调，让它需求性减到最低，那它这是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可能也有占分，但是并不是说你完全这样做的呢，你就会得到最高指标，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设备型的那种指标，比如说你必须要用什么变频空调这件事情，你没有达到，因为我连空调都没有用，所以没有加分。
就是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用空调，你没有用这个所谓的节能空调，所以你没有加分。我根本没装空调，我竟然还没有办法加分。这个事情不管在国内9大指标还是在立的都是一样，任何的那个认证的这种检核的方式，它一定会有它无法涵盖的层面。在销售的现场，买卖要成交的那一刻的时候，消费者就希望你卖它便宜一点。那销售方就跟他说，这房子真的很难得，他有申请绿建筑标章，有4个标章。消费者跟他说，那我标章还你，你一坪算我便宜一点。如果有个消费者跟建商说，我标章还你，你算我便宜一点，那请问建商为什么要盖绿建筑？盖绿建筑要花建筑的时间、营造的工序，消费者还跟你讲说，我标章还你，在环境状态中，如果没有一个大环境跟你讲说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如何去期盼商人觉得这件事情它值得？如果纯粹就商业的角度来讲，我去拜访了所有的住户，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问住在绿建筑标章的住宅里面的人，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情境？然后我去找了其中一户，他当时是主委，他的房子有申请那个大楼里面，我们有申请一个标章叫室内空气品质。他问我说，那个要做什么？我说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开窗就可以达到健康的可能性。他说，哦，我们住6年半了，1年开1次窗。你不讲他不懂，他不懂他就做他不懂的事情。如果这不是全民的事情，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群人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这个结果。那我一天到晚都挑战生态这2个字，的生命的态度。生命，我也是生命，你也是生命，狗也是生命，猫也是生命。你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一棵树？它最终都是生态。所以生态还能不能继续，是你对生命的态度是。来，往前，一个一个，好，来，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叔叔跟一个阿姨在这里面穿梭，他们会让每一棵树上都有一只虫。我想问你们现在几岁？OK， 我现在要讲的一个故事，刚好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的故事。他对昆虫非常有兴趣，跟现在的情形一样，给他一只虫，他就拿了那棵树，很高兴的回家了。结果他把它放在他的后行李箱。那么这一条虫，第一条虫不幸牺牲的虫，是被他的车子闷死掉的，啊。结果我给他第2条虫，那么在监视系统下，我看到的是被蜥蜴吃掉，第3只被一只鸟吃掉了，第4只呢病毒感染，第5只呢寄生虫，第6只。非常幸运的蝴蝶，终于在一个被它保护的状态之下变成蛹。那么你们今天做这一件事情，基本上要你去学习的就是关心一个生命。当这一棵植物存在，这一种蝴蝶就会存在；当这一种植物消失了，这一种蝴蝶就会消失。所以。当蝴蝶飞走了以后，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这一棵植物种在学校或者哪一个地方不会被破坏，不会被挖走，然后这一种蝴蝶就会回来产卵，它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吸力营造的效果。你在吃牛，你想干嘛？把那只摇下来哦，会死人哦。它叫 Q 宝。有一个小朋友，他看到那个毛毛虫，他就是把它放回原，他连树没有毛毛虫的时候都不敢拿。然后我就很想观察他说，哎，可能过几个礼拜以后，他是不是会慢慢的接受这棵树跟这个虫？很多人都喜欢蝴蝶，但是。对毛毛虫确实有点排斥。那我想每一个生命都有每一个生命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应该你想要蝴蝶，应该就要接受毛毛虫的存在的事实。那毛毛虫存在的一个事实，其实
就跟栖地多样性的一个物种有关。只有那个栖地完整，那么这个毛毛虫才能存在，毛毛虫存在才会有蝴蝶，不是吗？他们在顺着那个气流在，对，让我抓到那个重点。这个是大白鹭，它也是在迁移的。有一些这么小的鸟，它每一年冬天都会从北方飞到台湾来渡冬，飞在海洋上面，它就知道方向，它知道方向，它这个这样一路就这样。那么小的鸟，它这样飞过来，那不是跟着别人，也没有领队，它就自己一个人。自助旅行，然后就可以这样，太神奇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晓得他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讲说他们是看星星在迁移，有时候他们是看磁场，地球的磁场在迁移，所以到底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配合那个生物本能的地方。小孩，就现在我们在忙碌，或者说有很多资讯的科技的东西，反而对于我们身边很自然的东西会忽略掉，有点变成无感。无感不是某种感觉，是没有感觉的无感。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在这个创作，其实我也担任一个媒介，不是灵媒，是鸟媒然后把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分子，就是跟我们生存在土地的东西呢，做出来跟大家分享。有很多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包含像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在念书，根本还没有机会看到天上有什么老鹰，它很可能在台湾就已经绝种了，濒临绝种，那就有很多人就再也看不见。于是何华云老师就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把它创作成版画，帮助住在都市里面的人认识在野外会有什么样的老鹰存在。然后这个字呢念就。我们现场同学身高130公分，可不可以举手一下？我130。好，来，大家回头看一下，现在有举手的同学，身高是130公分哦。如果这只鹫现在在天空飞，然后它飞下来站在地上，就跟现在举手同学一样高。哇，这只鹫这么高。好像每年的10月会生宝宝，等它生了宝宝之后呢，它就要去抓老鼠回来喂它的宝宝。10月份的时候呢，在台湾我们都要去灭鼠，于是呢，我们就会去放好多的老鼠药。有人真的拍到照片，看到一只草鸮妈妈，它咬了一只已经中毒的老鼠，回去它的巢里面，而且为了它的宝宝，整窝草鸮妈妈加上3只草鸮宝宝，4只全部都中毒死掉，而且都烂掉。我们放好多的老鼠药，我们并没有要把它毒死，可是因为我们放太多的老鼠药，已经导致草鸮在台湾完全濒临绝种。我们用捕鼠具就好了，你讲的非常的正确。还有，如果我们让红隼在台湾可以好好的生活，它是不是就会帮我们抓老鼠？我们并不用放老鼠药啊。过去做创作，大概主要就是透过出版。一些特定的场地的展览，比如说画廊，而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一个结合，它可以把没有接触过我作品的人带进来，我的这些鸟又回到一般的人家去，而不是只有一些特定的人。爱护地球这种环保的教育，其实基本上它是可以在幼稚园阶段就落实。其实，在台湾做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就是幼稚园跟小学。尤其是小学那一块，我在荷兰念永续嘛。那当初大家提说各个国家它到底有哪些是有关环保的方式？我说台北用垃圾袋去做，就是卖你垃圾袋，然后去叫做回收。他们全部都露出非常不可理解的想法。他们认为是说，那你们的教育体系在哪里？我说就是广告插播。他先从惩罚开始，其实他没有先回到人性的本体。如果你今天谈环保，那你就去山上挖个洞，就打进去，每个人都住在里面，都不要用灯，都不要用电。可是那不是人性，那不是文明。所以永续谈的是说，你要让人类先接受，然后才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的地球自然活动，我觉得比较好是先感动你，那先从人的角度去出发，再去告诉你这件事情。
先做好的哦，我们鸟先出发哈。给你吃。来，进去一点，进去一点，进去一点。好，放手。哦，你喂牛吃草哎。老师，你还在想怎么样把牛抓回去养？你刚刚说的，这样不用除草。我们双脚踩在那些土地上面，看到不同的生物，看到那些科农怎么样去养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土地给我们的感动。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土地的面前，我们重新去聆听土地，去闻土地，去吃这个，去品尝这个土地，就那个是土地很真实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人会变谦卑下来。荣耀他所努力的，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是那是一个土地给他的一个力量，给他的感动。沿海造陆变成工业区，就让这个北彰化的这一群大勺鱼，它的栖息地全部都变成沙漠化。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环境的变迁，15年之间，整个3000只大勺鱼在2009年。一只都不剩，全部都跑到南彰化。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彰化南边南彰化，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好好的把这个海岸湿地保存下来。这个地方可能过去默默无名，但是因为国光石化选择这片湿地要开发，如果国光石化再进来，这一群大勺鱼绝对是消失了，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因为再下去就是什么麦寮、六轻工业区，所以整个一个海岸湿地。只剩下彰化这一段是最大片、最原始、最自然的，还好我们现在已经保下来了啊。那希望这个今天。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平均地球上300年消失一种鸟类。19世纪以后到今天，1.5年在地球上消失一种鸟类。我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心中本来存有的一份爱，它不见了。一只鸟的叫声，一声就要让我们想起整座的森林。人类才不枉演化到现在。能够掌控整个地球，我们才值得拥有所有的资源。有一次我在跟一些人谈到海洋保育这件事情，那是太平洋的事，关我什么事啊？就是大家就会有这种反应哈，海洋保育跟我没有事，反正好捐钱，哎，捐钱。海洋保育跟我们最大的关系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吃大概1个礼拜，如果你每1个礼拜都吃超过6片的黑尾鱼。你的汞金属含量就超标了。那为什么这些汞污染会这么多？就是从现在的一些工业嘛，好，从河流、从空气、从有的没有的国家在海洋试爆，等等这些留在海洋里面，然后小鱼吃了，中鱼吃了，大鱼吃了，全部都在我们吃的这些深海鱼的身上。你所有的水都污染了，你所有的食物都污染了。然后我们就会渴死、饿死在我们的豪宅或在我们的100万房车里面，那就会很好笑。从人诞生那一刻开始，一定是伤害的。人是因为要靠其他的生物，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它这个结束只是人类结束了，自然就不会结束。所以我们每次讲，你拯救地球，地球不需要你拯救啊，要拯救是你自己，你搞清楚一点。
这应该是100%不会出来的啦。它里面是空的，它这已经被虫吃了，可能是那个蚂蚁啦、蜘蛛啦，然后要吃它身体里面的养分，懂吗？这对其他的昆虫来讲，它是很好的植物动物性蛋白质来源，懂吗？然后现在你看就不见了，但你会发现到它还是活的感觉，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死掉。所以说你看多可惜，但是这个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它在野外没有人照顾它，对不对？只有你在照顾它。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对它就是了解以后，你就知道每一个生命在野外都生存有它的困难度。好，然后你现在养完这个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你当了他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感觉？你为他负责任，所以你今天才会在乎他活着的一个感觉。有一个大陆冷气团与神速底台，风变得好强，温度变得好冷，我只好每30分钟就看它是否还完好无缺、安然无恙。这种经验让我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我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让父母忧心。大家好，我是民附幼稚园蓝班副子杨。蝴蝶生命树移送到教室，我们每天早上会做观察记录，观察毛毛虫有没有长胖，叶子有没有快要被吃光了。我喜欢学校体院，因为有很多蝴蝶跟我们作伴。有妈妈说，我以前对小孩子的种种的投资，然后希望得到的报酬率，竟然比不过一只毛毛虫，让我觉得很可笑，也很欣慰。其实每一个小孩子可塑性都是很高的，都是善良的。当你给他一个责任，他是挑得起来的。他整个观察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反向教育的部分。小孩子借由这个活动，学会对生命负责，然后他有办法直接联想，原来父母亲就是这样把我们照顾长大。我认为这一个部分的连结，我感觉到很棒。虽然是飞走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蜜源，我们的食草把它种植在学校，象征我们这样蝴蝶生命树的生命是永续继续流传的。就发生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一些东西，反而是我们大部分人最容易忽略掉的。就是像这种生态的，他或许以前他会从他看到他就是把它踩死，可是呢，像这一次这样下来，他会变成说他对环境有一个很敏感，就是他会看到什么，他会觉得说，哎，那是一个生命。我觉得这个生命这个种子有种到我们的小孩子的心里面。我今天在民富国小听到的各个同学的感言，其实我非常的感动。他也支持我持续把蝴蝶生命树这样的议题在台湾再来办下去。台湾很快的会再成为下一个蝴蝶王国。只是这个蝴蝶王国，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一只一只的蝴蝶在天空飞，是一只一只的蝴蝶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飞。如果我们的心中有蝴蝶，台湾绝对会是下一个蝴蝶王国。你心啊改，你建筑就改啊。像阮做音乐人员啊，你要带领地球的流行，你就爱心改啊。你一囡仔生来，你要互变下，伊就变下，伊可塑性足大啊。
你要比宗教家，要比这就去，啊，你若叫夹一个大人，伊就后日就比土匪安尼尔嘛。囡仔就是安尼啊，对啊，你要可以去倒一个环境尔嘛。啊，你无去教白灵师啊，你无教你的囡仔当地土地上水的物件。啊，一直你教什么中国文化，我靠呀！我食到56岁，我即摆连长江花我嘛无看过，我是安怎去幻想迄个物件水伫倒嘛？你人叫我落水去划水，我随时是讲互你听，对。我来讲就是我这几年写的一寡咱这个咱这个土地内底，伊每一个所在写的，我甲写的有流浪教淡水人拢知嘛，然后淡水对吧？啊，新地方。向往台北桥，所来要人食。大概这4条吧，我来唱这4条，好不好？轻轻啊，迎风来唱歌，一步一步行入得赞声。528尖山，深情的咱了起工，住伫这，有风来作伴，一逝一逝一逝的分丝，日头照着春风微微。心望着边，小小的公园旁边，透早甲阴暗，一年过一年。如果你不知道一个池子里头，它有超过60几种生命在里面的时候，那你何来的把那个池子做好了？你应该是把它做成很好清洁就好，比如说贴瓷砖。可是如果你知道那里面有65种生命，你那一连串的那个所谓的建筑材料的那些书籍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挑什么，不是挑什么颜色，还是挑成本，而是你挑什么之后，那个池子里面的生命可以继续存在。所有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出发点，然后那个出发点叫做我必须得到好处，但是我不要别人受到伤害。如果我们办得到这一点，我们叫人才。如果我们办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只剩下钱财。未来人类的进步一定不是靠伤害而来，一定是找到共生而来。我真正觉得，真正最高等的文明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活下去的权利。开发不可免是我们如何做到最小破坏的开发。很可能是我要建房子，先把树都砍掉再来建，以后可能是先设计好哪些树可以留下来，那就开始思考模式的改变。一样的开发，可是我有不同的方式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原来的地方可能它原来只是类似农田，好，那它现在变成从化，我们把它变成湿地公园，它可以让这个生态的多样性，那个环境是更好，就是更充分。这是一场充满审思与警惕的课程。原来树会走路，原来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育森林，但却是森林默默的守护我们。我觉得收获蛮多，就是重新再打开那个跟大自然接触那种细胞。也许可以把它分成很多的小东西，然后就是在我们做的每一个建案里头，跟他说你不需要一次到位，但是你只要相较于你上一个建案多做一点点，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就是成，我觉得就是成功。如果每个人可以爱自己的小环境，爱自己的家，其实每个人这样做，其实加起来就是爱地球了。所以刚才有同仁同学说，他们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所以，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答案，你不用寻找，因为人生根本没有意义。这答案真的残酷，但是这个答案是最大的恩惠。为什么？因为它让你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真的，只有你开始努力一下，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你跟其他所有生命的连接。
所以 always keep action 就是人生精彩之旅的秘诀。讲一讲我没有算过，仔细算过，原来我看了36年，一路走来，我发现其实我好像也是跟着时间在赛跑，不只是跟着自己的年龄知道，其实跟着我研究的物种的时间在赛跑。我想，除非是我真的动不了，我没办法磕了或者没办法干，我才会一直放弃。那时候可能不是放弃，真的是好像很放下。我一直觉得说，时间就是一条很长的轴线。我相信，只要我一直朝着我的理想跟我的梦想一直往前走，不会因为你们这样拉我一把、踹我一脚，我就停下来。最后呢，你们都会因为我所创建出来的美景而感动。我们叫扶贫事件。就扶贫呢，从1颗变2颗啊，你看起来很慢，对不对？他哪一天会把这个池塘填满？每一天、每一秒都可以当作开始，每一天、每一秒都可以把它当过去。我只想换来所有参与这件事情有一个他认为说这个是我要的开始。他跟他自己讲好说我的下一秒钟要怎么开始就好了。换到一个开始就是无限。看到了这样片，你係咪也知道咧？我做啲尊重係財產嘅一部分，就做啲看作係自然體貌嘅一部分咧。唔單淨係安樣嘢咯，還做啲看作係尊嚴自然、留環境教育嘅一部分，進一步咧落實到理解生活地圖。希望你了解樣片做啲帶出你新嘅想法，甚至做出改變。紅龍度假提供便宜，你下擺見。